这系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在菩提迦叶向各方信众传授佛法；司政边巴次仁对印度菩提迦叶和班加罗尔展开访问；司政边巴次仁与副议长卓玛次仁向印藏学生介绍西藏议题。教育部为各西藏学校的学生会会长举办领导力培训会。华盛顿州藏人自愿游说小组呼吁美国政要支持西藏法案。西藏前政治犯果洛吉美访问驻澳洲办事处。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节目首先来关注达赖喇嘛尊者在菩提迦叶的弘法行程。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12月29号上午开始，在印度比哈尔邦的佛教圣地菩提迦叶的十轮金刚法会场，向来自世界各国的僧俗信众教授为期3天的佛法。今天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向数万名各方信众开示了由龙树菩萨所著的法界赞。12月31号，尊者将授予文殊菩萨随许灌顶，随后于下周一1月1号出席由3个藏人团体为尊者举办的长寿法会。另外，在为期3天的首届国际僧伽论坛圆满结束后，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六12月23号与参加论坛的各国代表一道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的摩诃菩提寺参加了世界和平祈祷法会。在当天的祈祷法会上，来自印度、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孟加拉国和柬埔寨的僧伽成员用巴利语念诵经文，而台湾、韩国、日本和越南的僧人用各自的语言念诵心经。最后，来自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僧众则念诵了3序祈祷文和心经，祈愿世界和平，佛法昌盛。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四12月28号开始至2024年1月6号，对印度比哈尔邦的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卡纳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和首都新德里展开为期10天的访问活动。司政边巴次仁于28号中午抵达菩提迦叶，随后参观了十轮金刚法会场。从今天开始至1月1号，司政将参加达赖喇嘛尊者主持的弘法活动，以及3个藏人团体为尊者举办的长寿法会。随后，司政将于下周二1月2号启程前往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出席在达赖喇嘛高等教育学院举行的第2届西藏信息技术专业人员会议开幕式。在1月5号，司政计划在返回达兰萨拉的途中，在首都新德里展开访问活动。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一12月25号，在达兰萨拉的总部司政礼堂，向参加西藏领导力培训会的各西藏学校学生会会长和印度古吉拉特邦萨吉拉奥大军大学的一群学生发表讲话，阐明西藏自由斗争以及西藏流亡民主政体的运作。司政在发表讲话时，向与会的印藏学生介绍了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指导下，西藏流亡民主政体的历程，西藏高原的地缘战略意义，以及在中国对西藏历史的歪曲叙述加剧的背景下，西藏议员不断开展的西藏宣传运动。当天，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在议会秘书处向来访的46名萨吉拉奥大军大学的学生介绍了流亡藏人社区的民主演变以及结构和运作等问题。此外，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于上周四12月21号至27号，在达兰萨拉近郊的萨拉高等藏语学院举办了第14届西藏学生会会长领导力培训会。教育部长塔兰卓玛出席了开幕式，他谈到了举办此类培训会的重要性，
藏人青年肩负未来责任的必要性，以及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指导下流亡藏人社区的社会转型问题，并特别提醒与会学生遵循尊者的指导，在努力学习现代教育的同时，也要注重传统教育。本次会议的主题包括世俗道德伦理、中间道路政策、藏语言和文化的重要性、网络安全和保障，以及性别平等。来自印度和尼泊尔16所西藏学校的44名学生会会长和16名辅导员参加了今年的培训会。与此同时，美国西雅图藏人自愿游说小组的成员洛桑次仁于上周五12月22号通过视讯会见了华盛顿第2区埃弗里特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杰西卡·科布曼和华盛顿区立法主任戈登。洛桑次仁感谢上述官员出席会议，并向他们介绍了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于今年11月30号批准的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的最新情况。与会的杰西卡·科布曼和戈登相续表达了他们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关注和声援。这次会议是由华盛顿州藏人自愿游说小组与该州10位议员进行接触的一部分。迄今为止，华盛顿州藏人自愿游说小组成员与多名美国众议院及工作人员进行了会面。请继续关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西藏知名前政治犯果洛景美于本周三12月27号上午访问了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受到代表冈玛森格、秘书长拉旺加布及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代表冈玛森格对果洛景美的来访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驻澳洲办事处的主要工作和职责，以及近年来办事处采取的一些重大举措。他进一步向果洛景美表示感谢和赞赏，感谢他为扩大境内藏人的声音而做出的牺牲，以及他为西藏自由事业而努力的坚定决心。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在此新的一年来临前夕，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Jastilek。 感谢您在过去1年中对本节目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